野球名人房，我是乐天女孩的队长兰兰。今天很开心呢，可以跟东哥一起主持这个名人房节目。东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哥黄宗义 ，Hello，Hello。然后今天很兴奋，然后又很紧张，因为我前面有太多的大神拜了，然后我是算最菜、最底层那种，但是我在乐天女孩呢说一，没有人敢说二。你们讲3跟4，对不对？对，没有，就我说一就是一，就是要做一。对，我们在队长里面是有一点点的威严的。对，然后今天很开心呢，可以跟东哥一起主持名人房的节目。那东哥平常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你觉得以男生的眼光，你会觉得是最帅的？那首先要请教你咯，我也是帮这个多数的男生们，帮他们问这些问题的。就说兰兰，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哇，我喜欢幽默，然后我觉得相处的那种感觉很重要，我不看外表。不是比方说男生或是女生啊，第一眼都是先看他的一个外在嘛，然后对方对你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之后，才会去跟他认识啦，或是就认识之后聊天才会聊到内心吗？你也太直接了吧！也太快了吧！就会先从朋友做起嘛，然后你就会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然后我会就是在跟他做朋友的途中，我会慢慢的了解他这个人的观念跟他这个人的想法怎么样。我帮一些男士问你一下问题哈，比方说，那现在的女生比较喜欢这个高富帅，有的是喜欢这个阳刚型的啦，或者是比较斯文白净的啦。像你这位小姐，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像东哥这种长得帅、球又打得好。等一下，我摆个 pose。这种我看起来像头痛的 pose。是，这个是很多的问号，3条线。3条线。怎么会选我呢？如果是以20年前的话 ，OK 了，我可以接受了。那现在的话呢？那算了，不要继续聊了，再聊下去就聊不完了。那我这边首先先感谢我们的兰兰在抽空这个来陪我们主持这个节目，也谢谢你。那刚才我们这个话题当中也聊到，女生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一个男士呢？那今天哥哥我要帮你介绍，哥哥我帮你介绍一个帅哥，然后他这个有一个帅气的外形，然后具备人气，又很会打球的一个大帅哥。太厉害了！因为当时坦白说了那说夸张一点他也是我的一个前队友。当时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不是都要回家休息、洗澡、洗个澡，舒舒服服吗？不是吗？然后洗完澡之后，应该也到了一段时间，也肚子也饿了。对。肚子饿了要怎么办？要出去买宵夜嘛。那我们台中这边最有名的一个夜市，大概就是一中商圈。刚好我棒球场也在一中商圈的隔壁，就是现在台湾体育大学。一中商圈你知道在哪里吗？我知道。对，就是台中一中的一个学校，很多年轻人会去逛。对，然后旁边就是以前我们比赛的一个球场。不像现在是在这个台中洲际这边。当时因为刚才就延续刚才的话题了肚子饿要去一中买宵夜之后呢，然后一定会经过球场嘛。我说奇怪，这个时候球场里面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啊，然后探头一看，怎么还有一个球员在那边一直签名？然后进去探头之后，蔡仲南还在那边，就是他。大家都擅长去吃宵夜，他还留在球场。我们已经洗完澡那个你看洗完澡，然后要准备去吃宵夜了。可是球场上还有一堆的粉丝在等着这位刚才我讲的那个人物，就是在蔡仲南。那今天我们的邀请的来宾就是我的以前前队友，就是蔡仲南先生。阿甘教练。对，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阿甘。欢迎。大家好，我是蔡仲南，好久不见哦。那就这样东哥刚才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其实
坦白讲，我已经渐渐忘记了啊。那其实我不晓得哦，现在女生啊对帅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啊？我只是觉得认真的付出就蛮帅的，对，那心地善良就蛮帅的，是这一点。对，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保持在年轻的心情，来看待每一件事情这样子。啊，当然没关系啦，我也给你一个确认的一个机会啦。那你当了教练之后，你有在关注中华职棒的一些棒球的赛事吗？有啊，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在从事教育啊，那也带了蛮多选手啊。那每次在实战的演练之后，那晚上的时候有一些夜间的训练，然后需要一些教育啊，教育一些选手的一些技术啊，还有心理层面，还有他们设定的目标，那以职棒大哥哥为主啊，所以每天都会在关注一些职棒一些的好手，还有一些发展的一些技术的演练这样子，对。你会给这些学生就说就是除了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训练，会不会给他们一起来去关注或者是看比赛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会啊，当然会。在以往我们在专长课训练完之后，晚上在差不多7点左右的时候，因为有蛮多大学长他们毕业在职棒上，那有人都会在关注他们一些打球的一些讯息啊，还有他们目前的一些近况，都会很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我们华山出身的一些选手，所以他们在职棒场上你确实是这样子吗？你问过这些同学的心理吗？他们不是说，你来电视上面的这个大学长，哪一个比较帅啊？他们的这个发型怎么样啊？是不是比赛之前有化什么化妆之类的吗？这个是选手会看的，但我们教练在引导方面是会引导到一些比较平常训练不到的一些情境之下，再给他们做模拟啦，还有再让他们一些课程让他们做上课的一些动作啦。对，那好了，把你拉回来了哈。对，你也在关注中华职棒了哦。那你在中职当中，除了你啦，你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啦。现在中职当中最帅的5个球员，最帅5个球员，其实每个都很帅。那我认为第一名应该不是东哥，不然就是我说现役呢，现役现役对，从第五名开始讲好了。第5名我觉得林安可，好，再来。第4名我觉得陈杰宪。第5名了，你是从第5名开始算嘛？对啊，第5名开始算啊，对啊。哇！第3名我觉得刚退役的算吗？如果这样算的话，现役你听不到？现役现在。现役我觉得除了陈杰宪，然后林安可，詹志尧也不错。詹志尧帅。对。往前3了，还有往前，我真的要想一下因为真的要去想啊！我也认为你要去想一下这3个应该名次是很前面的。这3个排在5、4、3的话，我想说还有2-1吗？还有这样的？有2-1啊！是哦，我觉得陈宇勋也不错啊。谁？陈宇勋？对啊。乡长这位选手投手，我们的投手。对，还有那个，我觉得第1名是现在目前那个兄弟象的一个内野手江坤宇，对。还是王胜伟？没有江坤宇，我觉得第1名是他，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可爱的一位选手。关于这个5个蔡仲南的这个中职现役的5个大帅哥的话，这部分这个眼光我是跨博了。那请我们这个年轻的女生来去分析一下阿甘教练的这个5位的中职最帅的帅哥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前后面就是大概3、4、5的名次，在我心目中算是比较前面的人，就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把宇勋排在第2名。不然你把陈宇勋摆在第几名？陈宇勋甚至没有在我的名单里面。我是荣誉顾问吗？他没有在我的那个就是前5名的那个中职前5名的帅的名单里面。但我觉得他是我们的搞笑担当啦，所以他在很多地方有加到分。然后我觉得他第一个就排林安可算是我的第3名就是第3名。对，但是在他心中却是第5名。然后他把陈宇勋放在第2名，然后第1名是我觉得他的第1、2名跟我完全都不一样，就是看的型跟那种感觉。我很想问那个阿甘教练，为什么你会选
陈宇勋跟那个坤宇，然后把他们排在1、2名？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蛮厉害的选手啦，也之前碰过受伤啊，然后在场上的焦点，蛮注目的焦点，因为常常在做投球的时候，他很多出让人家意料的东西。那又有实力，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帅的哦。那在一般的投手碰到在投的球都是蛮震惊的，那他都会出做一些就是超乎常理的事情。对，这算是他的加分题。对，其实也不会说长得不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认真的男人真的是蛮帅的，而且他的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就大，我觉得就是蛮加分。对，是不是看到你的影子？如果我当初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活跃。对，那因为当初的时候我比较比较害羞，内敛，对，是。那你是比较认真的那个类型，你看。对，那我希望也能我带的选手像他这样这么活泼啦，这么活泼。教练，我认识你呢。哦，你认识我？对，你算一个冷面笑匠型的一个选手外形是相当冷酷，然后内心是这个很热情。对，差不多啊，是。那第1名呢？第1名，他的原因因为他年轻啊，然后在场上的精神，还有他可爱，最主要长得可爱喜欢可爱型。对，他可爱，然后我觉得他是单纯的一个男生，然后就很执着他去从高中毕业，然后就马上衔接，磨的差不多半年多，马上衔接到一军，我觉得这是不简单啊，然后又有这么多的球迷的喜好了。虽然身材不是很高，但我觉得他未来发展性会很棒，对，然后也有很大的一个明星的一个价值，对，特质这样子。那教练算是看得很多层面的东西，不只是光是颜值。对啊。那因为蛮多颜值，但他要有一定的一些相关的附属品我觉得会比较重要。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因为这个话题是在这个应该说选目前现役中职最帅的帅哥了。可是讲到这个帅的话，在阿甘的一个心里应该是这些标准都没有达到他的一个分数了哈，所以是对，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来去，他自己有一个门槛，就对了。对，我很想问教练，你刚刚被说就是你签名都签到最后，你有什么感觉？还是这是真的事情吗？这是真的吗？真的，这个是真的啦。那这刚好是有全队，因为队上蛮多都是明星球员啊。那我是在最旁边的一个角落了，那刚好。有时候我走都走第1个或走最2个，没有，东哥一直摇头，东哥一直摇头，东哥要离开，他没有签名就换成我，变成我学弟，我都还是在做签名的动作这样子。我要这个稍微补充一下了那我们阵中有很多明星球员没有错了，可是蔡宗南的身份是超级明星球员，所以说明星中的明星。对啊，你看我刚才讲的那些不夸张吧？你看我们就比完赛之后回到家就是要准备这个。休息啦，或是洗澡啦，然后就休息一下，然后去吃个宵夜了。我到球场还看到好多的球迷在球场上原来蔡宗南还在那边签名呢。你看他们那时候的人气。现在的这个现役球员有这样的一个高人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吗？我们队的目前我是都没有遇到。还是你有？没有，我们也没有。他们都是开车上去，然后跟他们打个招呼耶，然后就走了这样。就是没有到一的一个签名，可能是目前的那个球员没有到像那个教练这么的声势这么好。其实会有这样的人气，因为那时应该说当时的球场的一个设施跟现在的球场的一个设备是不一样，因为以前的台中球场比完赛之后一定要走到外面搭巴士，都要经过一群的球迷朋友。然后我们现在的大巴是在地下室上车完就走了，对，难怪你会被拦下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比较的话，当现役的球员可能就是比较方便也比较幸运，也比较幸福，然后就不要经过一群的一个球迷。其实他们人气还是相当旺，对，相当旺。然后就像现在进场的球迷朋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时我们是应该是比较运气比较不好，可是又人气也比较好，又可以看到一个选手的一个人气的反应，
嘿，像我们就很快，我们经过那条路大概20秒啊，比100公尺的速度还快，差点。如果计码表的话，是破了世界这个最快的一个速度啊。那阿甘经过那条路是很像是超马的方式。20天。20天是不是超马全马的一个时间来经过那条路，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对不对，阿甘？哦，没有，东哥客气了。OK， 然后再就是说，刚才是我们阿甘的在关注中华职棒，然后他也发觉到这个5个球员他的一个特色跟他的一个外形啊，这是阿甘的。那我们兰兰这边的呢，有没有心目中的一个名单？以我女生的眼光来排名的话，我是有先排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统一狮的那个球员的颜值算是都偏高。我觉得以目前中职5队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我心目中，我从第5名开始，我的第5名是陈杰宪。好，因为对他现在有点就是国民老公的感觉嘛，然后他的人气也很旺。然后呢，我的第4名是林安可。哇，你的标准都好高哦。很高吗？对。好，那我要说我的第3名了。我要说我们队的王一正姐姐，她算是非常高挑型的，然后也会搞笑，然后人也非常好，这样。很随和啊。对，很随和。然后再来是我的第2名，他在我们队上现在目前应该是算师奶杀手，人气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快腿陈晨威。哦，对，我们的神威，我们的光速快腿。那我觉得我心目中的第1名，今天还是要给我们的阿甘教练。谢谢。我印象中，应该也不能说小时候，要说印象中，在我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觉得我去搜寻了一下我脑中的记忆。对，搜寻了一下你当年的样子。真的超帅！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年龄相当的话，你应该是真的是我心目中中职的第1名。的确是啊。为什么讲到阿甘在那个时候是算具有实力，然后具有人气的一个球员哦。其实我们在阿甘还没有加入职棒圈之前，那时候我们中华职棒整个环境是比较低潮。自从阿甘加入之后，在整个职棒的生态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说阿甘也应该是说那个时候的一个人说职棒圈的一个救世主啊。有阿甘的加入之后，我们整个棒球的环境它是一个转捩点。对，然后更多的球迷朋友进场来替我们中华职棒来去加油打气。所以说阿甘当然就像兰兰讲的他印象当中或是心目中的第1大帅哥啦。在我脑海里。是。真的很怎么样？那个东哥觉得我排的名单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一点私心吗？还是什么？为什么明明中华职棒有5个球队，为什么这个颜值高的只有2队？大概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排名啦。应该这些选手也是在目前中职具备实力跟人气的一个球员。那其实我的帅的一个定义是会比较放在球场上面。其实我比较肤浅一点，我比较像女生。那是我说女生，对女生的角度，对。那我是比较所谓的老前辈了。那大概就是我会在球场上，每个选手都很帅，都可以排第1名或是第5名啦。那不好选择啦。我是希望在球场上看他们在球场上为球队建功做出贡献之后，那种压力的释放的那种怒喊的那种表情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帅的。对，那时候最帅。跑回本垒那一刻最帅。对，那就棒球队的拿下胜利的时候，或是击出再见全垒打，然后就在球场上过程当中就在怒吼说哇，我那种压力的一个释放，那是我觉得最帅。那还有一种最帅的一个表情是什么？就是在球场上可能暗号看错啦，或者是在执行上出错啦，或是有一些比较糗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对，那种微笑的感觉有没有？
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帅，那种有点自己犯错，然后稍微有点腼腆的偷笑，对，然后就很尴尬，对。那我是看帅哥的一个角度是在这里的。那原来东哥是看这个。对，那颜值这部分的话，哇，这真的伯仲之间呢，很难分呢，很难分，对不对？对啊。然后刚才我讲的那个2种特点，其实这5个选手都有他的一个特色在嘛。那真的要排第一的话，我是会第一名，我是讲第一名而已啦，就林安可而已啦。林安可是你的第一名？对，为什么？因为他有混血的优势啊。我就知道。他的五官比较深邃一点，对，比较深邃一点、白。对，然后当然这个应该说我最欣赏的一个帅哥之一。那可能比较让我看的有点不顺眼的，大概就是说有很多球员我不会指名啦，很多球员你刚才从比赛当中也看得出来哦，就说我说球员不是每天都是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吗？可是有的球员就是再怎么晒，再怎么怎么在太阳底下这个练球，可是他的皮肤还是那么白，还是那么白净，这个天生的那个肤质就很对呀，对呀。因为有些人晒了太阳之后，他的回来的速度会比较慢。像我就是回来很慢的人，可能大概要1年才白得回来。但有些人就是可能1个月就白回来了。还好你们女生都可以来去做一些女生是可以去保养、化妆、对保养之类的，对。我好想要知道有没有就是以前球场啊，有没有球员就是在上场前会特别梳妆打扮的？你要问阿甘教练。教练，我想要问你，跟他聊一下八卦。对，我想要问你，或是你带过的球员，或是到现在你有认识的球员，有没有哪一位是在上场前会特别做一些特别的准备？特别准备，现在目前我带的选手是几乎都是的啦，尤其是大学生啦。那早期真的，现在有些他们会自己在练习前会擦防晒油，然后做一些保养，常常会这样子。然后练习后还会再注意看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有脸的状况，有没有变黑，有没有雀斑？他们现在大学生几乎都是。哇哦！那我也是蛮吓一跳的。还是学校有提供这些保养品？没有，选手他们自己去做处理的。对。那早期在职棒，我看起来只有我们队上张家浩有而已啊。他会特别在准备，在比赛前会特别弄他的头发，要整理他的头发。我印象比较深刻。可是比赛不是会戴打击头盔吗？或是戴一些帽子什么？他还会再抓头发？他是平常会抓头，平常就有了。对，平常就有了。会了。是。对。当时我们兴农这个球队在练习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开放性的一个练习场，然后可以看得到球员在练球。我们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大概周边的球迷朋友将近都会有200到300位来去观赏我们练球。对，那时候你说张家浩要不要做一些 set 的一个动作，或是蔡宗南出门之前要不要画眼影之类的，都是有必要的。原来因为我刚刚不了解原因，是因为我想说比赛都会戴帽子，都会干嘛？怎么可能可以抓头发？原来是在练习的时候，旁边有很多观众在看。那时候我们学校附近我们练习场附近有好几间学校，像东海大学啦，那个静宜大学台中，还有什么弘光学院之类很多的大学，我们讲大学，好多的那些大学学生都会跑来我们这个球场那边看我们练球。哇，那好多女生，大学女生说蔡宗南，哇，对，蔡宗南肉粽。没有，其实我已经忘记了，那还蛮久了，真的很久了。我在聊你的回忆啊，对，我看到你的笑容啊，充满着回忆啊。因为像我们队的，像我们最多人讲的就是姐姐王一正嘛，她上场都会带一个化妆包，然后里面就是装她各种就是保养品啊、化妆品啊，甚至因为她被怀疑有画眼线，因为她眼睛比较深邃一点，所以她都被我们怀疑说什么上场前可能有偷画眼线什么的。那有没有再比防晒乳或是保养品再更特别一点的东西，或是什么？会不会有人喷香水？喷香水这是每个人都会喷的啊，每个人都会喷。对啊，几乎吧。那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体香的问题啊，还有汗臭的问题。那像我在那时候在比赛前，或者在平时在出门之前，都会稍微喷一下。对。那比赛的休息途中呢，有没有人会进去补喷一下，然后再出来？哦，这个就太夸张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假的？对，是在训练前啊，或者是在出门之前会稍微准备一下。对啊，那这个出门也是个礼貌啦，那让自己身体保持有香香的味道，有感觉我今天要出门去比赛了，已经准备好了，那心情感觉会不一样。对。哦，了解。来来，继续再挖，可以再挖，是不是？对，再挖。那我好想要知道，就是像那个教练以前有带过一些球员嘛，那现在也是我们中职的，就是现役的球员。那我挖我们队的好了，比较不会拍谁。我挖我们队，我想一下，教练带过大概就伟军带最久嘛。对，伟军带了差不多4年多了吧。对。那我想要问一下，伟军在那个准备的时候，或是他在私底下练习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癖好，或是他有一些特殊专长，或是他私底下的个性是怎么样？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真的是蛮认真的一个选手啊，因为他有什么状况的时候，都会跟教练来去做沟通啊，连在放假的时候，他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都会去问啊。他其实就是唯一就是比较喜欢玩那个线上的游戏啦，手游，对，手游这样而已。那其实他对他自己的一些装扮，那是在后期对进职业的时候，他才开始会慢慢去做，会去做打理。那早期进来的时候，他想要专心的做练习，所以他几乎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在球场，也没有说特别说要注意说自己的一些装扮。所以也没有那种情况是，比如说他在打手游，然后呢大家都出去练习了，还没有出去，然后你从头这样给他扒下去的状况是怎么发生的？他是不会啊，他还是都蛮认真，都会提早到了。那他有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蛮高的，所以他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休息时间，他需要让自己释放一些压力。对，那有些选手真的球员对。有些选手会看了他自己的一些投球影片，有些选手会看了会打个电动，有些选手会看了实况比赛，那或者做了一些阅读的东西，这不一定。那在我们这边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会有一些禅修的课程，因为结合佛教或者一些心理的课程会慢慢做结合，所以选手他是比较多元化的发展。那他想要额外说要出去做一些课余的活动，是会比较少一点点。对，那到职棒场上的时候，他一旦有收入的时候，他就会慢慢注重到他后续的一些的外表上的一些服装啊，或者是仪容啊，都会慢慢注意。那在基层球队或大学球队，他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场上，然后把他的功夫底子把它打好，这样子。哦，了解。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是相当好。其实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是要相貌这个应该说相当好看啊，或者是相当庄严的应该是从内心开始进化啊。就像刚才阿甘教练讲的，比方说你要除了自己了解一下需要进步的一个部分呢，再就是看有多的一个时间啊，去内化一下，就是看一些书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选手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相信他那种外在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感觉起来让大家对像有新生，然后就让你感觉起来就很随和、很亲近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为什么挑欧伟军这个选手而已？还是我可以就是有别人也可以继续挖下去？那当然是可以啦。那私底下聊。私底下聊，对，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就是邀请到我们的超级大帅哥，我们的阿甘教练。那希望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把握机会问更多更深入的问题，然后再针对球场上啊，不管是球场上或是之前以前的那种种种比赛的种种，可以问得更深入一点。那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的野球名人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